家庭傭工幫助照顧家庭，功不可沒。但係無奈家傭嘅質素咧非常參差，相信咧都有唔少人聽過一啲關於家傭嘅劣質嘅事蹟，黑面啊，唔聽指示已經係閒事啦，偷錢啦，亂借錢啦，未婚懷孕，更甚咧有啲仲會虐待幼兒同埋屋企裏邊嘅長者。所以咧，對於喺屋企平時負責日常事務嘅傭人，最緊要特質係心地善良、有人情味，而且接受主人嘅吩咐。而有咩方法可以令大家咧喺請個女傭之前，大約知道呢個女傭好唔好呢？我哋可以由面上觀察，然後再用生肖簡單嘅配對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劉振峰生活頻道。話咁快又到咗暑假啦，而好多朋友都喺暑假裏邊咧，希望請到一個合心意可以幫到屋企嘅女傭嘅。尤其是咧喺啲現代嘅大城市，例如香港啊咁樣咧，更加需要女傭嚟幫助屋企嘅。今集就教大家從面相方面入手，再加埋簡單嘅生肖配對，希望咧可以揾到個啱你心意嘅女傭。首先，我哋由面相上面睇下。第一，上人先上眼，女傭一樣先睇眼睛。眼神可以辨別到一個人嘅善惡，睇到佢善唔善良，同埋性格大約係點樣。第一點，眼珠大嘅人通常心胸比較開闊，代表心地善良，有人情味，而且咧性格多數都比較外向而樂觀。喺屋企裏邊工作嘅時候咧，可以令到有一個溫和融洽嘅氣氛嘅。另外咧要注意啦，眼睛最好黑白分明啊，千祈唔好帶粉紅啊，有紅筋啊或者有黃色嘅。咁之前我眼相都講過噶啦。但係咧有一樣注意，如果你係請女傭或者請工人都好啦，千祈唔好揀眼睛太有神啊。眼睛太有神嘅人咧，好多時候好快會轉工，因為太醒目而且起緊運啊。唔需要太有神，眼睛黑白分明，眼珠大，唔單止心地善良，亦都代表為人比較聰明，有智慧，學習同埋執行能力都比較強，容易聽得明個僱主講乜嘢啊，可以有效率咁完成僱主嘅嘢。相反啊，黑白唔分明啊，即係烏卒卒咁有啲灰灰蒙蒙嘅眼睛呢，如果再加埋眼神閃閃縮縮，逃避人哋嘅眼光，逃避你嘅僱主嘅目光嘅呢，更加唔好啦，代表處事拖泥帶水，猶豫不決，而且咧有好多嘢收埋唔俾你知。另外請女傭咧都要注意啊，盡量揀啲眼睫毛，梗唔計佢黐假眼睫毛啊，睇佢真嘅眼睫毛啊。眼睫毛唔好太長啊，眼睫毛太長，我哋所謂做嘢無論罪啊。如果你請個女傭或者請工人嘅話咧，就千祈唔好揀眼睫毛太長啊。如果唔係去做嘢，東做下西做下，永遠好似做唔完咁，又永遠咧完成唔到你交代嘅嘢嘅。另外，加上師傅之前睇好多女傭嘅經驗啊，有一樣嘢一定要提你，避免請桃花眼。桃花眼咧，之前你睇翻個眼相有講噶啦，即係眼大淚水啊、丹鳳眼啊呢類嘅桃花眼，避開三白眼或者四白眼更加要避啦。同埋鴛鴦眼，即係眼睛一大一細，或者咧目有斜視啊，即係隻眼咧一隻眼望住前邊，另一隻眼珠咧會望側邊嘅。咁我哋唔理佢係咪先天後天都好，寧枉就勿縱啊！千祈就唔好請大細眼或者一隻眼有斜視噶啦，記住咯。跟住咧，我哋講下眉毛啊。眉毛如果請女傭或者工人，要求唔使太高，最緊要整齊，唔好有缺眉。缺眉即係話咧，無端端眼眉成條啦，缺咗一缺嘅就千祈唔好揀。同埋眉毛太亂啊，即係左插右插一撇嘢嗰啲，千祈唔好啦。因為眉毛生得整齊，代表思路清晰啊，做嘢唔會咁遊魂，而且本身做嘢都會有計劃啊，識得順序去做，有責任感，而且眉毛生得整齊啊，代表個人嘅能力嘅智力都比較高啊，可以將你交代嘅事情呢辦妥。另外之前有講過啦，對面不建議就問是誰家子啊，以前就話係有錢仔，但係經過師傅多年嘅經驗呢，雙耳貼面代表一個人聽話啊，所以以前細路仔咧最緊要聽話啊嘛，古代就係要，所以咧就耳仔要貼住啊，正面望貼住個面。但係而家就冇所謂啦。不過女傭工人都係啦，最好雙耳貼面，可以聽話啊，唔會亂咁嚟。
另外，耳仔嘅輪廓啊，唔好有缺，即係唔好崩咗耳仔啦，同埋最好就唔好有反廓啊，即係反半身冇咁強嘅。加埋雙耳貼面，個性善良，樂於聽從人哋嘅教導同埋指示，唔會咧胡亂咁駁嘴啊，同埋都唔會因為工作上邊咧有太多嘅埋怨。當然啦，如果加埋耳仔大就更加好，代表健康比較強啊嘛。鼻方面咧就唔同揀老公啊，唔同揀揾成功人士啊。鼻梁最好比較低，因為鼻梁太高嘅人自尊心強，個性比較強勢同埋固執。如果喺屋企嘅上下級關係裏邊咧，容易因為自尊心過強同你嘅僱主發生摩擦，同埋咧平時就唔係好接受意見批評啊。所以揀女傭揀工人要揀個鼻梁比較低嘅，除咗性格通常都比較隨和之外，亦都肯聽人哋嘅意見啦，自尊心冇咁強，相處起嚟咧就更加融洽。鼻頭要有肉，但係唔使好大個肉啊，圓潤有少少肉就得噶啦。鼻頭有肉就內心無毒啊，千祈唔好搞尖鼻個雞嘴咁樣啄住你嘅鼻啊。鼻頭圓潤，而且鼻雖然鼻梁低，但係都直啊，唔好歪嘅，代表呢個人正直忠心正派，唔會謀私作反，而且咧內心無毒啊。嘴型方面最緊要端正，唔好歪嚟歪斜啊。嘴唇口薄咧就要留意，千祈唔好太厚啊，避免過度熱情啊。嘴唇厚薄適中，說話有條理，唔會亂講嘢，又唔會太熱情，誠實可靠啊。另外都要睇埋牙齒啊，牙齒生得齊，唔好太岩巉，亦都唔好太尖啊，啲門牙嗰啲唔好太尖啊。除咗代表說話可靠，唔會惡意攻擊人，亦都唔會隨便隱瞞欺騙佢嘅僱主啊嘛。面型方面啦，咁啊當然圓面就最好啦，比較樂觀。就千祈咧就請個女傭就唔好太尖面啦，尖面就唔捱得啊，做女傭就比較麻煩。面型咧方就冇乜所謂啊，圓面咧就比較樂觀比較好，但係同埋咧最好咧就有腮骨啊，都捱得下先得噶嘛。綜合嚟講，請個工人傭人咧，面圓有腮骨，鼻梁低，鼻圓，眼大大，黑白分明，但係唔好太有神啊。眼眉生得整整齊齊，唔好亂，耳仔貼到個面，咁就為之 very good 啦。無論僱主吩咐啲咩事，都可以辦妥，話頭醒尾，又唔會過於駁嘴啊，唔會唔聽話或者太醒啊，醒個頭咧，轉眼就跳咗槽，亦都係唔好噶。另外咧，亦都係啦，如果你請個女傭咧，有時請啲女傭會比較後生啲噶，因為冇得揀，可能廿零歲師傅都試過請個廿零歲比較後生噶。記住睇佢有冇桃花眼啊，好緊要噶。簡單講埋生肖方面，咁呢，通常女傭啦，師傅遇過好多 case 噶啦，女傭嘅出生日期都係錯噶，只有年份呢通常都會啱。咁呢，我哋唯有用生肖嚟睇啦。選擇同自己僱主啊，一般嚟講最好呢就係配翻女主人啊，因為女主人負責指揮個女傭啊嘛，通常都係。如果唔係呢，係男主人指揮個女傭嘅呢，咁就配男主人。揀同自己生肖六合或者三合嘅生肖呢，比較好。主要咧係講個價值觀同埋諗嘢嘅方向咧會比較似，比較相近啊，冇咁容易衝突，冇咁容易嗌交，冇咁容易唔聽話，咁咧就比較好啦。生肖六合記住咯，鼠牛配，虎豬配，兔狗配，龍雞配，蛇猴配，馬羊配啊。生肖六合即係咧，肖鼠就配肖牛，虎就配豬，兔就配狗，龍就配雞，蛇就配馬騮，馬就配羊。呢個係生肖六合。另外生肖三合，平時我教12生肖經常講噶啦，記住啦，猴鼠龍，蛇牛雞，虎馬狗，豬兔羊，4種組合，你只要喺其中一個組合裏邊嘅生肖咧就可以噶啦。今集簡單教大家點樣揀女傭嘅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好啦，今次嘅節目時間又到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呢，請你撳翻個 like， 讚好我哋嘅影片，同埋多啲 forward 俾你嘅朋友睇。最好呢，仲訂閱埋我哋嘅頻道。喺訂閱嘅時候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選擇全部訂閱。當我哋有新片嘅時候呢，就會通知你噶啦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贊助下我哋嘅 channel 呢，亦都歡迎你加入做我哋嘅會員噶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唔明白，或者有話題想我哋講嘅呢，亦都歡迎你喺我哋嘅影片下邊留言噶。